食藥食到發線向後移，我作為7年對抗藥物脫髮嘅人，可以話你知呢樣嘢係最有效。大家都知道我係長期病患者，需要長期去食藥嘅，偏偏藥物咧係好傷害毛囊。最嚴重嘅時候咧，我前額髮線咧係向後移得好誇張嘅，影相突然間係老咗好多。我知道唔可以錯過治療嘅黃金期，所以用咗我哋升級版嘅療程去急救。Vision Hair 所有療程都係經過我自己7-8年嘅親自體驗，都係有效。所有嘅產品品牌都係經過多年嘅臨床驗證，加上我哋嘅獨特配方，令到效果更加升級。而且我哋有1秒個回針技術，可以減輕90% 嘅痛楚。當你生翻啲 BB 毛出嚟，嗰種自信係化妝品都俾唔到你嘅。我親身試過，如果揾啱方法，係真係可以生得翻。趁毛囊未萎縮之前，快啲揾我幫你解決問題啦！男人最怕唔係冇錢，係怕冇頭髮啊！你有冇發現梳頭或者洗頭嘅時候甩好多頭髮？呢個都係身體俾你嘅警號，千祈唔好忽視啊！大家好，我係升級用家哥倫，已經成功治療脫髮半年啦。轉咗新工，晚晚 OT 壓力好大，同時抵抗力下降咗，短時間內瘋狂甩頭髮啊！我轉咗洗髮水，轉埋生髮精油，連中醫都睇埋，都係冇用，錢就使咗，時間又嘥咗，都係甩咗好多頭髮出嚟。最後發現貴等於慳，慳咗無謂嘅奔波，慳咗無謂嘅焦慮。最後我揀咗 Vision Hair， 呢度嘅治療師好貼心，環境都好舒適。佢按我嘅情況提議我用激活增生細胞療程。呢個品牌係專為脫髮同埋頭皮敏感人士而設嘅。佢係專門研究亞洲人頭皮嘅護理，有多年豐富嘅臨床經驗，可以從根源強化毛囊。連都唔使，唔單止頭髮生翻出嚟，連個人都自信翻啦。幾次療程就搞掂，好過你無限次試錯。想知你嘅脫髮有冇得救？即刻 click 下面條 link 預約免費諮詢啦！